10月28號，加拿大星島焦點新聞：行人過馬路係咪有絕對優先權呢？大家要留意啦。一個女人2019年喺西溫哥華海旁大道俾貨車撞傷之後，俾陪審團裁定要對事故負上90%責任，經上訴推翻原審裁決。咁發生咩事呢？話說當時有架巴士喺右線停車俾事主過馬路，但係點知後面有架貨車喺左線度超車，並且撞到事主。原審陪審團呢就覺得事主過馬路疏忽，要負90%責任。佢不服上訴，話陪審團忽略佢作為行人嘅優先通行權，都冇考慮到司機違法超車。卑斯上訴法院最終推翻裁決，話原審法官誤導陪審團，冇清楚指出行人擁有優先權。不過上訴法官都話，儘管行人有優先通行權，都需要合理謹慎過馬路，因此裁定事主要為事故負上30%責任，而貨車司機呢就負上70%。下載加拿大星島應用程式，瀏覽更多新聞。